加入秒秒讚商圈之後，第一件事當然就係要學習點樣創造你嘅 AI 數字人卡片啦。卡片越豐富，內容越詳盡，對你嘅生意越有幫助。而家等我哋一齊嚟睇下點樣設置 AI 數字人卡片啦。首先打開網頁 card.kubot.ai， 然後輸入註冊時嘅電話號碼。注意呢度係需要輸入之前用嚟註冊 Kubot 計劃嘅電話號碼，而唔係秒秒讚 App 嘅電話號碼啊。輸入你嘅手機號碼之後，輸入收到嘅驗證碼，點擊右上角編輯名片就可以開始整理卡片啦。選擇你嘅編號語言，我哋呢度就選擇繁體中文。依家我哋可以添加個人信息，呢度有一個已經完成咗嘅示範卡片可以俾大家睇。你哋可以睇到，我哋已經添加咗 Facebook、Instagram、YouTube、WhatsApp 等社交媒體。WhatsApp 嗰度更加可以設定你嘅預設信息。當你使用 WhatsApp 分享數字人卡片俾目標朋友嘅時候，佢就會帶住你預先寫好嘅文案一同發送。你可以喺呢度上傳圖片，並且喺個人資料項目裏面隨意調整順序。呢度仲有一個1000字嘅自我介紹欄位，俾你可以詳細介紹自己。而最緊要嘅當然係設置屬於你嘅 AI 數字人啦。輸入完驗證碼之後，點擊右上角編輯名片，然後按 Create AI Avatar。之後你需要選擇一張屬於你嘅相片，建議你選擇一張正面並且合上嘴巴嘅相片，咁樣嘅效果會比較理想噶。只要輸入你嘅自我介紹 ，AI 數字人就可以幫你發聲。你可以選擇男聲或者女聲，廣東話、普通話或者英文。如果你想要更加個性化嘅效果，亦都可以自己錄音噶。大家好，我係秒秒讚平台嘅創辦人 Kelvin Wong。我哋手機 Apps 係一個一站式網購平台。設置完成你嘅 AI 數字卡片之後，你就可以用右上角分享按鈕，將你嘅 AI 數字卡片分享俾你嘅目標朋友，或者透過 QR Code 俾你嘅朋友掃描，亦都可以成功分享。依家只需要進入 eShop， 選擇商圈報名，點擊 AI 數字人的實體 NFC 卡片，加入購物車後前往購物車，勾選 AI 數字人的實體 NFC 卡片，並前往付款，最後確認付款就可以啦。咁樣你同目標朋友面對面嘅時候，就可以一拍即交換卡片啦。我哋嘅網頁版 Kubot 功能非常強大，支持最新嘅 ChatGPT 4O 功能。坊間嘅 ChatGPT 數據庫只更新到2023或2024年，所以冇辦法提供最新嘅內容。但係我哋嘅網頁版 Kubot 就可以啦，只要點擊右上角在線搜索按鈕，佢就可以提供即時嘅答案同資訊，並附上出處。立即加入秒秒讚成 Kubot 計劃，成為秒秒讚超級會員，咁就可以用晒 AI 數字人卡片裏面嘅所有進階功能啦！